花莲一间专门咧提供身心障碍者一年训练的服务场哦，目前因的卵的库存量是各有万外粒，也毋过哦，可无通路通销，所以嘛公开呼吁民众哦，都要发挥爱心去甲因买鸡卵。花莲黎明丰洲托牧场的学员，甲一粒一粒的鸡卵摕起来，逐工透早拢爱用担保啊，甲家母拄生的鸡卵切好清气，了后，搁爱去拼鸡条，挂木草来饲鸡。甲一般室内型职能训练无共款，这种模式是国内较少看户外型职能训练的场所。声音障碍者其实他在自然的环境，他的专注力、学习力可以更高，他的情绪行为可以更下降。所以我们发展这样子的职能培训，希望可以长久帮助他们未来能够有机会到社会上工作，能够自立一人。丰洲托牧场过去这3年来，每礼拜提供2天免费职能训练，予10几个身心障碍者来遮做工课。毋但予这学员学到技能，嘛有收入。不只个最近鸡卵因为无通路卖袂了，新加了后累积到达已经有12000粒卵卖袂出去。我们现在每日单产量在1000到1100颗左右，那我们其实每日都会进行安排出货，所以我们虽然有库存，但都还是非常新鲜的单，非常期待大家给予我们支持跟订购。托牧场强调讲，这品质好的鸡卵，因为并不是用水洗的，所以袂去伤到卵壳外口天然保护的膜仔。若冰冰箱会当保存1个月，希望外界会当到3天来买，或者身心障碍者因做工课的成果会当有机会互肯定。公司新闻花莲报道。